一个无人的海边，海嘅来来又去去，有大做记忆，快乐比小小的事。磁性嗓音，歌声充满感情。台顶这位演唱者，就是主办单位台南市家长会联合会理事长李梦晴。因为本身嘛爱音乐，同时也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发展。为了鼓励囡仔远离3C的产品，培养正当的兴趣，日前甲会内干部讨论后，决定办理第一届校园星光杯歌唱比赛，让大家会当透过歌唱来交易。这是我们台南市的家长会联合会首次来办这个歌唱校园星光杯的歌唱大赛。那主要呢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远离3C，然后培养不同的兴趣。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让教学多元化，不再只是刻板的国语、数学、社会、自然。我觉得把爱给孩子，孩子他们会感受到，将来也会做一个有爱的人。那这个活动的话，受到学生跟教职员其实蛮热烈的回响，几乎是额满的。那我也要感谢这次的活动有教育部、台南市教育局，还有台南市议会以及中油、电力公司等那个公部门的赞助，然后还有其他民间的友人、那个私人的公司行，他们都有赞助。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跟我说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所以呢，他们大家就愿意来共襄盛举这样子。比赛期间，市长王伟霆、教育局长陈新辉、立委王定宇以及议员蔡小薇出来请顶，也拢来到现场，甲参赛选手致意。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正向的活动。爱唱歌的孩子不会变坏，然后爱唱歌的大人更不会变坏。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提倡正当的，而且非常优质的这个活动。那我想，市府一定会跟我们协会、家长会联合会一起来。那我知道李理事长是歌手，他也是非常厉害的哦，所以他就想到是不是透过我们校园的歌唱比赛，来舒缓一下大家的一个工作压力哦。那么尤其之前是疫情哦，也没有办法有机会聚在这边。那么现在疫情已经解封了哦，那当然大家可以更舒缓一下。特别是这场比赛不但是完全免费，而且除了前3名有奖杯以外，来唱歌的选手，也就是来看比赛观众，人人拢有奖。上大奖阁是高雄东京来回机票1张，大手笔的奖品就是希望会当吸引更多选手来参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